你个原来多嘛的特别全部个多都是拿老来呀，太忙不了送在的。这样的方法，即使在大圣的经论当中，我也宣讲了极为多次。上下个拿老来呀，有可的。密法就当然更不用说了。刚一些都get up 的帮谁个，他们要修着啊。因为这是行善止恶最好的方便法。刚一些那个原来多嘛的三次瓦当，去帮不瓦当，得把下把拉手把印度，他说他们去做的呢，他来老是的 drop 球不个他拉的。因为顶礼、供养、忏悔罪业等这些方法，都是极为容易修持的法门。本来原来他们拿了呢，的呢，一让着我些，眼睛给完了，即使要让我着我些，演不演呢？的呢，我让个给我 drop 呢，50天呢，小马过哇，什么一让谁要把这几部给讲说那拉起 top 着个哇。比方说，这当中的随喜好了，对于他人所做的功德，自己心中随喜的话，这样的福德不需要自己本身确实去做，而是只要在心中随喜，就能够获得极大的福德。大家呢，现在呢，德国习惯着我些人呢，让个生他吧呢，的呢，德国人就把鸡呢。但呢，德国下不下卡，错去西北国呢下不赢呢。再如忏罪来说，如果自己能够由衷的升起懊悔之心，而来发露忏悔的话，也呢，等呢，说了，等呢，东啊，搞来的说是啦，用马古不过呢。搞把家东朝忙不到啥下不，得把没给我的说，等你打着个的送呢，多那的现在我的。在显教的经文里就提到说，能够不需要经过几劫这样长久时间的苦痛的折磨，就能够将罪业完全的来尽除。他那些的呢，原来他们那呢，我按照我写赢不赢呢？再如七分支当中的回向，这当给我的呢，台湾就是一个教的。基本上是基本上安乐之一是善。因为呀，给我个的呢，这个台湾的，家切从干这些没当，读书搞都没当，这说他们这的呢，忙一把的。然而，善行之果，也就是安乐，到底会成熟到如何的广大，以及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成熟，这是无可确定的。这个就是说的恰当我个动作的。这里的差异完全都是由回向来做决定的。我那个现在写了的呢那么写了，不要写谱。比方说我向其他的上师们来献出供养。这的呢，不要谱写都给我的。这样的供养是善行。也那样的跟这个的，切从嘎在上，有人同嘎在这面的，你不要嘛的。然而，这样的一个善果，到底它的大小如何，它的时间长短又是如何，这是无可确定的。这我个讲着啊，这必须由回向来做取决。但呢，等呢，他基本当下边等呢给我的，我个最麻烦呢。但是我让了从北下要不特别那个着我的，让那接我什么了，着我打着我书包吃呀，咱们些个面呢，做着个。比方说，以布施的结果来说，如果并没有掌握到回向这个重点的话，那很可能是我就获得一大笔钱，或者是在来世就富有而已。
那么这个善行，这个功德就结束了。근데 되네 가시 모아 되게 되네 삼노 야보 이게 뭐 도바이나 다다 라마 자와셰를 뭐와셰 푸이샤바 되게 개와대야 되네 산제주 공방 투지 그 조를 차네 대 바들은 제베 메네야 조 문도 와셰 되네 줄거리 송야리 如果能够像上师出家众来献出供养，又能够回向的话，那么即能够成为成佛之因，而一直到成佛之前，这个善行不会有所虚耗，那么能够不断的成熟为善果。근데 되네 다 개와세야데 셀라 베랑리 因此，所谓的善行，它是整体性的。 되네 모아데 되네 셀 종킨제 조라 베랑리 조 가봐 셀 종킨 셀 종킨 조 所以善行它本身是黄金，而回向则是一个工匠。 셀때 되네 조데 게 나지 다 깨라 따야 라오다 젠자만다만다를 조르조르와 这个工匠可以将这个原料做成耳饰或者是项链等等不同的饰品。 베데yen데 되네 가츠고 모아데 게 게와데 다가랑데 존조고리 如同这样的譬喻，回向就能够将我们的善行这样的来转变。 다 모당된 데리 而至于回向的方式呢，是这样的： 모키데 나랑시 回向者是自己本身， 모주데 게와리 所回向的是自己的善行。 디가 게와데 라데네 다 게와데 데네 랑가 셈줄을 여베 되네 rakam devarshi 고 hyombo serwa gewa ke ngore de ba sanje de che me ba yoba de de zore 而这个善行呢，是在自己的心绪当中所存在的如来藏，那这个跟佛是完全无二无别的。 되네 니바데 나랑 그다 제와 망보 저네 다 바도 용로와 디네가 살라 되네 여인을 보시고 차도 대가 내가 코와 토마 매바나 다다 바다라 우스 진바 땅 추첨 송와 라소바 다 드럽이야 뭐 개와데리 接着则是自己生生世世以来，一直到这一生为止，可以说已经经历了极为冗长的时间。那么从无始轮回以来所累积而积聚下的善行。 되네 야 나랑 그 우스 마더바예네 야 심지 yen다게 되네 드럽이야 뭐 개와데 숨바데 데리 第三则是自己虽然没有真正的去造作，但是却有别人那么所造作的这些善行。 근데 호주 개발라 랑 셈줄을 여버라 가 대바르식 분님 보대다 제 라니 좀 코와 토마 매바네 다 바다 드롭여 버게와대다 니 랑거 우스 마드롭네 심지 yen다 그 드롭여 버게와 디솜도 호지리 所以所可以回向的善行或功德呢，有三种。第一个就是自己心绪当中的如来藏，第二就是从无始轮回以来所累积下的功德，第三就是自己虽未造作，但是其他众生所累积的功德。 되네 다 가리치다 호다 뭐데 다 저 소수게 되네 뭐여로와 至于回向与否，主要呢就是在于自己的目标跟思维。 되네 가시에게네 자오 마하소 토야가 지도 와 제거래 야 가시에가 밤절 여보 용야가 지도 와 제거래 가시에게네 되네 자상 여보 차야가 지도 와 제거래 다 가리치다 세다 뭐제데 소수게 내당 다 셈칸 내당다 到底会如何，说该怎样的回向，这就
看个人的需求跟想法的。有些人是为了要能够降服，或者说要能够击败对手而来回向的；有些人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财源广进而回向的；有些人是为了要能够家庭和乐而来回向的。所以到底该如何或怎么回向，就看自己个人的情况来做决定。但是样看见跟那计划什么，但是拉当没了说吧，路定要不特别记得我记过。有些人则是为了在来世能够获得人天的果报而回向。因为呀，他都是等于我养大马来了的。然而这些回向都不是纯正的回向。刚一说的第一个等于偏全部是托图马的。因为这产生不了多大的利益。对，等于他가르치던 거나, 다네 남과다냐면 심지 탐제 때네 코와 동르지 잠소래 다야 같이도. 要怎么回向才是正确的呢？应该思维的是，为了让等同虚空的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获得解脱而来回向。그냥 호수가 열때 다네 내가 코르가 다 대와 공방자 많이 봐 산재 타바 탐진체 봐 산재주 공방은 뭐 그래? 而所回向的目标，并不只是暂时的人天安乐而已，而是最为就近的佛陀果位。때네 뭐와 내가 같이 뭐와도 가르쳐 보시고 그래. 대 인도 때네 뭐와랑 홍킹 아랑 뭐주게와 가르치도 뭐와 뭐의 여러 따디 예시는 뭐와 그래. 因此，这里就有4个重点了：回向者自己所回向的功德，为何回向，以及回向的目的，这4点是很重要的。다 드르세 누바예나 드네 랑당 예다 다다다 마옴바 다 페도 자침보 요바 셰오리. 能够这样的来回向的话，对于自己或他人都有极大的利益的。다티 그 드네 예나 드마 셰 드네 드네 니마 몽볼리 셰인다 거리 다 닝보다 디디셰 슈야바 디즈다 되네. 7分支如果要广为讲解的话，我们可以讲好几天的。那现在我们只是简略，那么以重点的方式跟各位来说明。지단 드네 두전 차란소 드네 근데 쇼번에 갑소는 거네 냠리 세당 거 코르테 테스 신의 야부 빼요. 다 대패 가르치 모래. 平常当有这样的机会举行座谈时，各位应该要学的是如何的修持，这是很重要的。 냠리 세당에 시 소수 냠리 강토톱 세 대바예네 무스 샘주了偏토 토그리. 知道怎么修持，又能够尽力去修持的话，对于自己的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근데 손에 쥐 고압리, 쥐피에 그 고압리, 고아. 这些呢，只是一个大致上的理解而已。 근데 소시나 다 제당 시우 남주 공파란도 능이듯어 야보 시 펜토다 요래데 얘네야 냠리 시바 나인시 무스 대잠시 펜토토고 말해. 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如果各位能够理解的话，这是属于大致上的理解，各位可以心生意愿，知道要有这样一个修持的意愿。但是比起真正的理解怎么样的修持来说，这个是天地之别的。다 되네 다가 정하란 그 삼소리.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근데 이봐 다 좋아라 무스 쇼기. 좋아. 接下来就是问答了。 근데 좋아 요나 치란 남배 좋아 낭다 저거 오래 강세 나랑 갑래 카도 요나 다 좋아 저거 오래.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问，因为像如果虽然我已经累了，但是各位还是可以发问没问题。我请问天卦2个问题，一个是比较近的问题，一个是比较远一点的。刚刚那个天伯讲说这个吃肉的问题，那我比如说以显教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伤害众生来成就我们自己，这样算是可以理解吗？
后只话一汉名啊，他人啊你，点就是，那是，在这个下辖都送从的了，你对那下辖的身边想到了，我把前年给手术的偏多把其他的，对5年上就是能加入嘛的，主要做的，呀，这等生下来了呢，等呢，下的，神经休下的做些要来噻。基本上在密法里面所说的这个肉，指的是已经死亡的众生。是，对对，神经现在咱他们都上面显着了的。死亡的话是大家都要面对的。对对，神经的呢，下瘾在对弄基本200要嘛来着。所以并不是说对所有的有肉的众生都来给予伤害。对对是。可是对嘛这把个的呢下的呢，谁也不可是神经下瘾不忘的当然。即使我们针对那么宰杀的众生来说的话，底下的年龄个去的白就当完人了。这样的肉食如果利用在修持的方向的话，对对的呢，给我娘的图的，能够获得同等的善行功德。对印度看个的呢，如果的比较吧嘞，因为它的肉体产生了作用的。刚一些都看的给我的他们看我他进的叫肉嘞。因为他也获得这个利益，所以这个肉的拥有者，他本身就能够成为轮回编辑者。后来他们一个东汉了，什么当完人了？如果我们从轮回无边际的苦痛来角度来看的话，所听见考完的刚样嘛来，只是失去一次的性命，根本不算什么。第二个比较长远的一点的问题那个我们常在讲说烦恼就是苦体，那烦恼可以供养的。今天做个牛毛线上秋的左右了，牛毛线上秋的是牛毛线上秋，牛毛线一起做做小好了，牛毛的上节两不秋的意思，秋吧为两不秋的意思。